一个咱对7月开始，咱的教会要配合中会所要推展一个足重要温度操练的时间。咱用这个主题圣经来甲咱三甲勉励，等于是唤起咱兄弟姊妹大家踊跃做伙来参与。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大先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待甲疼痛，互阮今子圣神降临节，希望阮看见上帝疼阮世间人无微不至，互阮伫经历着软弱、犯罪、得罪主、无气力的时，主耶稣为着阮世间人来死、来告我、来享受活命，也特别通过圣神来带领阮来完成这个美好上帝救恩的任务，就是带阮认捌主、认捌这个真理，也有气力通见证主的告我。感谢你，也阮今日通过主你的话，大家要学习，做伙有份，加做一个温度的生活所应该操练的事。愿你亲自通过你的话来勉励阮大家。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这个主题叫做灵命健身甲敬虔的操练。咱知影灵命健身甲敬虔操练是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当你信主，你认捌上帝，都基督徒到底过来要创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去思考的事。拄好，咱今年咱要中会伫即个黄金10年，搁咱要迎接富强教会50禧年，咱有一个安尼全员台南中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有份来学习的一个温度运动。这个温度运动，简单讲就是讲，台南中会要伫2030年迎接咱100周年。咱拢知影讲，今年总会是106周年对无？106周年，是台南中会叫做100年，安尼怪怪其实这是一个机构建立的历史就对啦这若要讲，我历史真长，不过简单讲的意思是讲，咱伫106周年、106年以前，马国医生来台南传福音迄阵就建立教会咱的母会太平间教会，因今年嘛是庆祝106周年安尼。但是106周年是经过50-60冬后，伫1930年35年的时阵，就是开始扩展教会，伫咱南部的教会慢慢增加所以迄阵就经过当时的即个宣教师，因讲安尼，咱就爱设立中会。设立中会意思真重要，就是咱爱家己自主来管理。所以迄阵才开始伫1935年来设台中，来设嘉义，来设台南，来设高雄，拢总4个中会。到2030年主要要庆祝100年，所以就是1930到2030。伫咱2021年就是咱的中会设到91年开始，咱就推动一个叫做黄金10年，就是伫10冬内，咱让建立教会起造，会让宣教、设立教会增加会友，是一个努力就对啦若要照今年是2025年嘛，就是已经是95年就对，咱的中会是95岁啦。伫这中间，咱要迎接搁5冬，大家要安怎拍拼？经过中会黄金10年这委员会，大家做来努力，想讲咱除了鼓励会友热心传福音以外，就是温度会友的一个自我操练、自我装备，就是用今仔日咱要分享的，诚做咱一个学习。甲拄好咱明年要迎接50禧年，咱嘛是真侪即个动工，大家咧做准备足侪活动这活动是外面的活动老节的活动比如咱两礼拜前举办即个小组的分享会，下晡咱要来办一个排球比赛，搁无外佫办一个羽毛球比赛，
啊，这老者是真好，时间互咱有看见嘛吼，有看到。但是较重要的是，每一个会友吼，对心底拢有一个造就甲操练。啊，这个造就甲操练吼，是个人的代志，别人袂当替你。比如我咧老热，啊，你无用你来对，安尼袂歹，但是你家己也有得着啊。啊，所以咱教会嘛是除了推动各方面的产业的起造，比如咱小组、咱祈祷、咱圣歌队啊，咱的这个敬拜团吼，啊，咱的服侍团队啊，小组逐项拢要互提升，啊，提升了，咱的会友。咱的兄弟无提升，安尼是化假的嘛？啊，所以咱推动产业升级，啊，事工成长，啊，信徒灵命成长，啊，就是咱通过讲，安尼拄啊好，咱嘛要庆祝50禧年，中华黄金10年，咱有几礼拜前有足10位的同工，啊，去到大公教会，啊，来听取这个。黄金10年所要推动迄个事工，啊，写做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大家分享的。啊，这个黄金10年的这个总干事就是咱的大公教会这个蔡牧师吼，蔡安乐牧师安尼。啊，这个黄金10年推动一个叫做中心运动属灵敬虔操练8步，属灵操练对会友开始哈，8步就对啦吼。啊，咱较捌听过什么天龙8部，啊，咱这是属灵的8部吼。啊，咱台南中会拢总有迄个81间教会。啊，为着要推动这个，你袂使讲画的，啊，大家做袂到，无路用啊。所以就经咱差不多14间欢喜要成试验的，意思讲咱来试办，啊，会友来操看卖，操练看卖，看了。安尼会成功袂？会好势袂？有进步无？有得到成果无？吼！啊，所以就是要对咱7月，咱今年这阵6月嘛，啊，咱富强教会是其中的一间就对啦，吼！啊，人中会看重咱啊，讲恁富强做法嘛，啊，做哪会使？啊，别间都会使。啊，你若做无法的吼，安尼都过来检讨，吼，过来检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下半年是咱一个操练的学习。啊，我较才会中集看看，讲，啊，这条件吼，咱富强教会本来就咧做啊，若搁小可扣一个啊，搁鼓励一个啊，啊，较侪人来参与，安尼应该是真紧才对啦，哈，所以就用今仔日咱三个学习。啊，当先啊，中会办这活动，啊，咱就爱配合咧。啊，这对咱有啥物路用咧？吼，对咱教会敢有特别意义？啊，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但灵命操练甲健身成长有啥物关系？有啥物重要？啊，咱知影讲，即马台湾吼，咱的政府吼，阁无偌久要成立叫即个体育部呢？体育部，迄就像内政部、财政部、交通部，体育变做一个部。啊，你就知影意思讲，咱全民吼。啊，经济好啦，吼，咱即马咱台湾的 GDP 真悬嘞，吼，啊，消费的开达嘛真悬嘞，世界有名第前几名呢，啊，这拢袂歹，啊，这是咱其他的经济呐富裕，啊，百姓向生活较好过，但是吼，健康嘛最重要，啊，所以呢，咱体育部要成立，啊，当然推动各种的比赛啦。体育运动，但是上基本的就是咱讲的讲全民的健康嘛，吼。啊，所以咱嘛看见真侪迄个健身房拢去建立啊，就对啦。啊，那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讲，咱有去健身房啊来办会员卡，哦，伊甲你讲啊偌好诶，讲过来偌水偌好偌勇，啊，你体格迄身材安尼甲你雕塑吼，你听啊足。天花乱坠，听啊足欢喜啦吼！我看到迄个甲你推广的迄个健身员哦，吼，体格足好的安尼，吼，虎豹熊腰安尼，啊，肩胛头的肌肉足好的安尼，啊，腰闪闪啊！你讲哇，啊，我若想安尼要偌好的，啊，就甲搬落去安尼，啊，即马健身房的迄个会员卡无俗咧，对毋对吼？啊，看是要全套的吼，也是时间呢安尼，但是意思是讲，啊，你会员卡办的表示你是毋是？就已经健康啊，
你就臃肿啊，敢毋是？有斑甲会健康袂健康差诚侪，敢毋是吼？啊，所以意思是讲，咱健身要有高效，的确就是爱持续锻炼啦，啊，忍耐突破，啊，一关过一关，一步过一步，啊，所以你会去健身房、健身俱乐部，表示你有认同，这个运动有效哦，吼，有效果哦。前几日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嘛真感动呢，讲有一个80-90岁的阿嬷吼，啊伊着这老人病就对啦，啊，甲拍金身啥货啦。啊药啊，逐项拢应该食拢食，治疗嘛治疗，看过嘛看过。但是因的子孙甲伊讲，阿嬷吼，咱来去健身房，啊来甲操练一寡基本动作，啊，迄个关节啊来甲练一下。伊真正听话哦，去练，去练举重、哑铃安尼。讲原来行路行无法的，即马哇死过去拢会使就对啦。啊，伊即个阿嬷为着要健康吼，伊对原来是讲一世人都无法度人行动啊，伊煞变做个勇行起来。啊，所以意思是讲，咱观念认同啊，毋是干那办健身卡尔，你都爱会晓通持续来运动。咱灵命共款，咱的灵命你来加做基督徒，你就亲像领到一个健身卡，但是吼，哇，啊你也无要练啦。啊，敢若有迄张图尔，有张卡都无路用啊，是毋是？啊，所以咱就是要学习讲，属灵的生命吧共款。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哦，包括牧师。啊，三日无溜八上树啦，逐项拢爱操练啦。啊，身体搁较要紧啦，啊，灵命嘛是共款。所以基督徒信主了后，好像你办着一张灵命健身卡。毋过你若无操练祈祷、读圣经、操练敬虔的生活。你的灵命就是留伫倒去咧，婴啊，咱讲保罗讲亲像婴啊咧食奶啦。啊，灵命的成长健壮，绝对是需要每一工有敬虔的操练做开始。啊，这是咱一个认知甲了解，好，这是咱的认知甲了解。啊，现在爱有灵命的操练呢，有圣经的根据哦，吼。咱拄则有读圣经，提摩太前书4章8节讲，身体锻炼固然有一寡益处。灵性的锻炼，伫各方面对你我拢有益处，因为后者带来今生甲来生的愿望。保罗咧勉励即个少年的同工提摩太，讲锻炼身体本来就有帮助，咱大家足注重健康，但是灵命的操练更较重要，因为这个是有益处的，是将带来永远的愿望。这个是即个中文的，台语的是讲。操练身躯有淡薄仔利益，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因为有现金甲将来活命应允安尼。啊，当然你即位属灵的操练是安怎？因为属灵的操练才会让真正影响到咱现今的生活甲见证，而且搁较要紧的是决定咱永恒生命的归属。意思是我操练敬虔的生命。伫我现在有帮助，而且为着你储备就对啦，为着你积聚迄个将来永远生命的归属。啊，所以兄弟姊妹，请咱会记住，敬虔毋只干那是一种思想，就是一种生活。啊，所以有真侪人有一款特别的观念，因为伊可能较无爱社交，伊可能无爱甲人直接。想讲，我著在厝读圣经就好啊，我家己灵修啊，我甲上帝的关系就好。但是呢，敬虔毋是干那思想的操练啦，定敬虔你爱甲一般的兄弟姊妹做伙享受迄个互动、迄个关怀、迄个疼、迄个交流。有的人诚做你的老师，有的人是变做你的师岁，因为伊可能也无啥捌。观念毋对，你也甲矫正，所以是一种操练，是一种生活。所以敬虔嘛，毋是一种观念，是一种持续的操练就对。咱操练呢，咱圣经内底讲操练啦，操练原来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对原文，因为咱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啦，希腊文伊原来意思是讲烫北体。无热坎的，
你身材哦好歹啊，这个你的腰有6块肌，无拢看会出来，就是爱操练你的身躯。啊，所以古希腊的运动员吼，伫体育馆中间，伊都爱脱衫裤、脱膊体哦操练。啊，为着无受干扰，啊，专入投入运动比赛，特别是咧做摔跤吼，啊，你有穿衫吼，都会扭来扭去啊，规去脱膊体安尼。啊，甚至伊用橄榄油，中东吼，迄个所在地中海出橄榄油啊，烧甲规身躯骨，吼，啊，你要防裂，要防迄个吼嘛会骨的，啊，所以都爱足有力才有法度，啊，表示讲上定迄个身体的灵活，啊，上定荣耀，啊，甲力量安尼啦吼。所以，咱若看到迄个古希腊、罗马，因遐雕像，吼，你会看讲奇怪，啊，咱拢脱膊体，啊，衫穿的无较水嘛？伊毋是，伊是注重迄个线条甲肌肉安尼吼。所以你看，这运动员哦，还是脱膊体，啊咧等铁饼对无吼？啊，这个是迄个，吼咧摔跤吼，啊拢脱膊体，啊显出伊的肌肉就对啦吼。啊，这是因伫个健身房内底，啊，大家拢是裸体安尼。啊，对人来讲，裸体毋是啥物歹势见效的事，是表示一个安尼足清净的，啊，身躯是足美好的、足水的安尼。啊，所以伫罗马、意大利因遐雕像，大概拢是裸体的。啊，咱遐历史话，这是啥物意思呢？属灵的操练是咧代表。无保留啦，完全献上啦。啊，安尼对今仔日的基督徒来讲，敬虔操练毋是讲一种感觉，是一日过一日，不断付出代价的操练。运动员伫体育馆中间每日锻炼身体。啊，咱嘛知影讲，逐日咱伫灵命的操场中间训练家己，为了得到迄个未毁坏的冠冕。哥林多前书9章24节，咱即个周报写20毋对吼，是24节。伊安尼讲，恁一定知，伫运动场参加竞赛的人，拢落去走，毋过只有一个得到奖赏。亲像安尼，为着要得到奖赏，恁就爱拍拼走。啊，这是咱所学习到的，真重要。吼，啊，这是台语的吼，兄弟姊妹。咱拄则有另外读一段经节，就是《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2节。圣经就安尼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就是种葡萄的。连伫我的阁无结果子的，我就甲伊种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剪收，互伊结果子较侪。咱甲主耶稣三结连，上帝嘛是足爱咱结果子，但是结果子的中间有一部分爱修剪。啊，修剪对咱今仔日的主题来讲，就是你爱操练，你爱受操练、受磨练，啊，遐无好的单调，啊，好的留起来，啊，互伊积住迄个气力，啊，所以咱要行到一个结果子的葡萄树，就是爱会开始修剪，啊，修剪操练中间有时毋是讲逐项拢足舒适的啦，吼，啊，感觉足轻松自在，有时啊经过一侪路苦流汗，啊，所以。咱拄则讲，圣经内底安尼甲咱讲，啊那敬虔信仰是安怎需要操练，这是根据伫咱即个基督徒的即个本性，也是讲咱的体质本性。第一就是敬虔的信仰，伊袂自动产生啦，吼是持续操练的结果。属灵的生命若无操练，俗世习惯就会。影响咱的生活，啊，所以咱定啊，较早的基督徒较有咧听到啦，讲吼，啊，行哦，来去听道理有无？我讲来听道理安尼，听是真好啦，啊，就听，咱讲定，咱较早台湾话足够讲这讲，啊，听你家只片，哦，意思讲有听啊，都无咧行呢吼，啊，搁听你家只片呢，啊，有时是讲，啊，咱你听道理，啊，无行道理安尼，啊，伊袂自动产生。啊，咱嘛有听起一句话讲，哎呀，啊，即个吼，信主是罔信主，啊，看到就半信兄咧吼，半信兄，啊，就是你信仰无徛在，啊，外口一点仔安尼风吹草动，也是一寡摇移，有一寡困难，你就影响着啊，啊，你信仰就无徛在，啊，你表示安那无操练的结果嘛。
还有一项，咱嘛有听见讲有真侪初信的兄弟，讲哇，去参加礼拜吼，听到迄敬拜赞美吼，规身流目屎流甲吼，咱七袂离呢吼，感动甲，这个感动真好。但是你爱操练才有法度，你才能甲迄个感动化作你家己信仰的本质。啊，若无你感动了，啊，搁过啊，啊后摆搁感动一遍，啊，就搁过啊。啊，所以咱嘛有听有一寡人吼，啊，咱因为即马台湾即个聚会足活动足多就对啦，足侪人爱参加特会，参加这特会，听了到底，足感动啊，哇，规身躯拢烧起来，啊，烧转去冷去啊，啊，都无偌久就冷去啊，啊，你这看起来受感动、受影响，总是无持久。你的身体都毋是讲去健身房操一个了，转去拢无咧搁继续做啊。运动嘛是安尼啊，所以这是继续操练的结果。但兄弟姊妹，谁人讲爱继续操练呢？就是这个杜克大学美国的杜克大学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Wendy Wood， 伊有研究啦。伊讲人类每一天有差不多40%到45%，伫要一半伊的行为毋是出自有意识的决定，是自动化的习惯。意思是讲，伊经过即款行为的观察、统计，真侪人，比如我困醒，自然会有遐个动作，你拢毋免教，你家己就会安尼。会入去洗手间，会去洗面，会去洗喙，无人教你，你就自动去做就对。讲这毋是出自意识的决定，是自动化。真侪代志，若愈自动化，表示讲你已经习惯啦嘛。食物件嘛会习惯，穿衫嘛有迄个习惯。所以这个是真做人的一种习性。所以这个习惯若是好的，可能是影响你的健康，影响你的做人，影响你的成功哦。若无好咧，可能这就是影响你的生命，影响你的人生的命运。所以，对于这款的研究，咱知影讲，若无刻意来建立新的习惯，你若无迄个习惯做好，人伫压力的下面会等于你较惯势的，就是讲我习惯的。所以你看有人会求救，有人拄着挫折，就搁等于原来家己无想要拍拼。所以你会等于错误的模式，比如讲你会焦虑，你会拖沙，你会埋怨，你会自我中心，安尼就对，才会无好的会对遐出来。因为你想要进步，毋过挫折嘛。所以真侪改变是对习惯改变开始。这是咱感觉讲基督徒先都爱熟练的操练，就是伊即个原因。咱拢知影，有人讲我想要较早起床，较困。哇，这个习惯看起来足简单哦，足歹改呢。有个食物件的习惯嘛足歹改。所以意思讲要经过一再操练，一再操练。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咱在美国出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研究神经科学的研究讲，每一项重复的行为啦，你做重复，大脑的神经会加强连接，会形成一个习惯回路。你操练得久就自然会入去你内底。一旦形成就袂，一旦成形就袂离，你毋免先思考，你就自动的运动。事实即款物件，咱看运动员就知影。运动员伫个瞬间，运动拍球，迄袂使想啦，一定是自然的动作。爱赢就是伊训练甲迄个习惯拢足周至才有法度。兄弟姊妹，习惯回路什么意思呢？你若无主动操练，这个熟练的习惯，这个回路你无操练好，你世界迄款熟悉的习惯就搁倒转来所以咱逐年开始咱的这个教育团队就甲咱分这个读圣经的经文的这个次数啦咱的一年读圣经的材料啦，咱的这个背金句啦各种方面就是讲咱用这个方法来操练，互伊变做一个习惯。你的习惯你又袂感觉遐困难，你的时间就超袂出来就对啦兄弟姊妹，但咱嘛会当了解到讲，另外一个研究啦一个研究就是伫这个
亚利桑那大学一个研究所研究这个有关信仰方面的一个观察。伊讲相信圣经中的上帝的存在，相信上帝有存在，而且影响美国人的生活的遐大人，就讲遐有承认上帝，相信上帝。这美国人中间85%的人表示讲，因甲上帝足亲密的灵性的关系，经常的祈祷，信靠伊来引带。意思是伊有信，伊就会看见上帝的引带因。有85%的人每一礼拜读圣经的成年人表示，上帝伫因的生活中拢甲因同在，而且对因的决定产生真大的影响。安尼表示什么？即有信主的人，因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甲主的亲密，对伫因的做代志、做决定、做拍算、思考，拢有真大影响。也因为安尼，遐尼思维，咱有定期的灵修，有祈祷的习惯，甲困难中依靠上帝，甲主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甲咱证明什么？信仰的敬虔生活，毋是自动家己产生的啦。咱讲单纯的信仰，但是你无操练，拄着一寡搅扰困难，你就搁倒退去啊！所以咱一个证明讲是长期操练的结果。若无操练呢，迄个俗世、迄老的我，甲习惯会搁倒转来影响咱的生活。所以咱嘛看去讲，有的人信主，伊都无认真礼拜，无认真读圣经，无认真追求，无认真祈祷，后来搁倒去原来未信主的生活嘛。影响到伊家己原来迄个俗世的生活嘛，所以遐尼即位强调持续的灵修甲祈祷，伫坚定信仰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是真正要紧，就是讲即个敬虔的信仰，你爱操练。所以咱对细汉自然都爱来，咱也来读初中、高中，咱都爱来参加青少年即个自救班，大人都爱参加查经班，参加迄个成人主日都。因为这是咱一个基本的基督徒的基本，但更较要紧的是安怎呢？因为人的肉体第二项，咱的肉体的本性是肉体就对啦。迄个血气的肉体你无操练伊就倒转去啊。所以这是种根源性的问题，毋是干那外在行为是咱内在罪性啦。咱的罪性引起咱安尼，所以你若无去对付，伊就搁倒转来侵占你啊。罗马书7章14节讲，咱知律法是属灵的，毋过我是属肉体，已经出卖做罪做奴隶。这是真坦白的事。咱属肉体，互罪来做伊的奴隶。第二，我知伫我本性内面无良善，我有好的意愿，毋过无好的气力。我原来是心内好，但是无气力通做啊。第7章24节讲，我真苦啊！什么人救我脱离死亡的身体啊？这是保罗伊家己亲身体验的就对了。所以像你这位人的肉体有一款的本性，有一款的软弱，有一款罪中间所以咱能理解到什么呢？因有无免人教，因有免人教，伊自然就发生啊。但是呢，你家己自制、就是讲家己爱控制，需要训练。咱查囡仔伊着食好食的你免甲教伊，就想要摕啊。但个毋通，这袂使做，你也无训练，伊会做毋对去。若拄着危险发生代志呢？失败有时会怪别人，但成功拢是要归家己。自私无需要教，自私人是一个本性，但是慷慨需要学习教养。报复来自本能。你互人欺负，你就想要甲报复，但要挟你也要选择，这是人的罪性，所以需要操练。过来，第三项是人的本性是贫惰的，是贫惰的。箴言19章24節，伊安尼讲，贫惰的人手伸到盤呢，嘛毋肯摕到喙。讲贫惰人手伸去连要摕来喙都贫惰呢。敢有真正遐贫惰的人安尼古早咱无听着老师讲一个故事啦，讲一个囡仔安尼足贫惰，
想讲吼，我要出去一两工吼，若无甲款食的吼，伊甲会枵着咧。讲安尼好，上好的办法吼，做一块饼，做一块饼吼，中一空，甲烤得暗滚的。讲你若枵吼，就暗滚的迄块饼就甲食安尼。讲过无两工吼，迄个囡仔吼枵讲软糊糊强要死啊！伊讲连迄块饼伫个喙边都无爱食呢。敢有即款人？嘿，这是一个足极端的就对啦。意思是啥物呢？贫惰的人吼，手伸到半呢，连要摕来喙都无。这是箴言19章24所讲的。这是怎有影？咱若家己观察家己啦，观察别人，拢有即款的本性嘛。咱知伫迄个健身房内底有来讲吼，讲美国的健身协会有数字啦，平均你一个月交会员费吼，有60块美金啦，60块美金都袂少钱啊，对毋对但是呢，67%的会员一个月袂去你一届，意思讲钱拢互趁去啦，钱拢互趁去，也无真正去啊。是讲交去我都运动足好其实到尾钱拢互健身房趁，所以现在健身房要叫你来交月费，现在要叫你交年费，搁较俗，袂要紧，做你甲交，因为这伊知影讲你一定袂去的啦。所以钱就分摊的啊。搁一项，咱知影讲电梯甲楼梯，你是要坐倒一项？咱楼骹拢搭张纸讲为着你的健康，请爬楼梯。但是嘛有人统计讲，坐电梯甲行楼梯的当时有90%想要坐电梯啦。所以咱承认这是人的本性，咱无法度人去伫遐好认就对啦。所以中世纪有一个出名的神学家叫做阿奎那，阿奎那伊伫伊的一本足大部的神学大全中间伊甲迄个贫惰看作是古代7项罪中间的一项。讲咱人的罪其中贫惰就是一个罪啦这是咱拢会当理解到的。讲这是贫惰伊的册内底，伊安尼讲，咱若是对上帝的工无热情，对灵命追求感觉真沉重，情绪倾向会拖沙啦、冷漠、自我中心，这拢是一项。讲到这，搁一项就是讲，咱灵命的建立是重视的关系建立啦。关系，咱讲应该嘛，应该做，但是谁要安尼呢？就是甲上帝关系要有所建立安尼。兄弟姊妹，信仰甲灵命是关系建立，毋是真理的同意啦，毋是观念知影。你讲敢若知无效，是建立。所以上帝呼召人的目的是甲伊相交陪，进入这个关系，毋是敢若知识的传授。所以咱定咧讲你敢若读圣经，捌足多，但是你无咧做，你敢若会晓批评，你敢若讲别人歹，但是你家己做咧，那讲疼心，你就也无听到你咧疼心咧。我关怀，你也无看到你咧关怀，你圣经读遐好，哪有路有啥路用？所以信仰甲灵命是较关系，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去见证这个信仰是真的。所以兄弟姊妹，耶稣讲一句话，会让互咱看见这个建立是真重要。马太福音4章19节讲，来对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掠鱼的得到鱼安尼。对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得到鱼。这句话有3个意思。第一个，来跟对我，就是表示关系有建立嘛。所以毋是干那是讲咱对耶稣对后壁安尼行，无理由、无目的的行呢，是进入到耶稣一个生命的关系。甲耶稣3同行，所以是耶稣会带学生3同久，对来对去。你讲也无伫课堂咧上课啊？来今仔日第一课，明仔载第2课，来上课下课无啦，就是甲伊做伙生活，做伙食，做伙困，做伙行旷野，做伙伫群众的中间，做伙坐船过即个阿卡利里海。这个拢是因为伫生活中，耶稣一句，伊所讲的这个话。伫四福音内底，拢是伫遮个甲伊做伙生活中间，遮学生所领受到的。所以对我是表示进入一种生命的关系，甲耶稣3同行，听伊的话，而且模仿伊的行动。过来讲，我要互恁的意思是讲生命换新啦。我要互恁
得着鱼，互恁的意思虽然是一个接续的话，但是互恁的意思是生命改变，互耶稣基督塑造出来。第三，得人亲像鱼，你要互恁就是有效果嘛，对耶稣有产生迄个掠鱼的效果嘛。啊，当然得着鱼亲，得着人亲像得着鱼是耶稣是要互因得着人。啊，得着人就是你生命有改变，你毋则有迄个效果，有迄个生命的释放。啊，所以毋是听你改变家己尔，啊，我改变真好哦，啊，我信主真快乐哦，真平安哦。伊讲你都爱得着人亲像鱼，你才有参与属帝国的行动就对。啊，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啊，牧师借着这个圣经教人做，招咱大家，咱这是全员哦，兄弟姊妹哦，对牧师、对中级组长、对咱的会友、对咱的青少年，咱拢有一个训练的目标。啊，所以敬虔的信仰爱对感觉等于到操练。你感觉真好，哦，讲恁信仰所真好，唱歌真好听，啊，参加礼拜啊真舒适，安尼无够，你爱倒来操练。第一，倒来到圣经教导的敬虔操练，圣经安尼甲咱明明安尼讲。保罗提醒提摩太，讲操练身躯益处啊，佫真少，只有敬虔，凡事拢有利益。敬虔需要有意志、有纪律。有恒心的操练。第二，建立灵性的生活要有节奏甲习惯，所以咱鼓励兄弟姊妹每日读圣经、读主日礼拜、禁食、默想，这吼毋是一个仪式哦，毋是一个活动，是一个节目哦，这是灵命扎根的道理啦。啊，所以教会会有教育训练部，咱有传道部，咱有办足侪活动，目的就是讲。咱经过一个呼召，一个邀请，啊，我可能家己做袂到，也是讲做无落来，啊，咱大家做伙努力，做伙和谐，做伙有分，啊，大家互相激励，互相关心。事实这个代志，咱的教会已经做真多啊，只是咱搁甲扣做伙，啊，互中会的即款的期待，咱来甲伊整理好起来，安尼就完成啊。兄弟姊妹，第三。咱搁讲一遍，信仰毋是感觉，是行动。咱注意看，耶稣伫克西马尼园，咱搭过即个过偌济啊，受难周啊。耶稣伫克西马尼是足艰苦祈祷，因为伊讲行即条各各他的路，毋是简单的路，但是选择顺服上帝的意思，白的意思。因为这甲咱提醒吼，耶稣即款决定吼，是意志的决定，毋是情绪的顺服尔。意志讲，我爱安尼做。兄弟姊妹，咱今日你听到这个信仰圣经的分析，我要鼓励咱兄弟姊妹，你讲有影，我要真做一个富强人，我要行至50几年，我要有份参与伫这个文道的操练敬虔8步，我也欢喜参与。这参与无困难啦吼。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咱求圣神来帮助咱，引带咱。做伙来操练什么呢？这是中会81间教会要推动，啊，咱提早半档来操练，来试验。啊，所以到年底，咱可能征求咱的兄弟讲，啊，你参加这操练哦，对你有啥物帮助？你有啥物进步？啊，你有啥物困难？啊，是讲倒位所在无啥够，爱搁较做较好。啊，咱甲这个资讯，甲这个数据，咱要摕互中会，啊，互中会。明年要推动全中会，讲咱5万啦吼，咱黄金10年，啊，咱看去台湾即马宣告无遐简单呢，特别是即个新冠肺炎了吼，哇，足侪人吼，无爱来教会呢，迄流失足侪人呢，咱无搁诱导转来，无搁甲上帝国搁甲call我来，啊，是来咱责任足重，啊，所以咱拄好也要庆祝50几年，用即个诚做咱全民改善的运动是真好，啊，而且无困难，只要是咱大家做，这个做法呢无困难，是讲咱的灵修操练，咱本来就咧做啊，只是讲那个分好较幼的、较明确的，啊，佮重视什么家庭、亲子的关系。啊，咱简单来讲，你若会当咱参考周报吼，头前第9页，吼，头前第9页。内底安怎写呢？有分4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牧师啦，牧师传道者，吼，啊，阮这家己自我要求啊，你袂使讲牧师叫人做，我家己无要做啊，啊，这大概
牧师做的甲会友做的差不多啦，是迄程度关键啦。比如讲，逐日读圣经，5万一年读一摆圣经。啊，即个咱教会，咱年初无咧颁奖有无？哇，已经足侪人一年都读一届啊！啊，过来，即项爱大家努力，讲一礼拜一摆亲子的礼拜，也是 RPG， 因为有诶亲人出外去嘛，伫外地嘛，你要用视讯诶，大家来做祈祷，5分钟、10分钟就好。啊，若伫厝里，大家做一段灵修诶时间。第三，鼓励讲每一个月，你诶家庭爱自产一遍。你若家己翁仔某两个足简单，逐日嘛咧食。意思讲，咱这亲子逐个靠做伙食饭啦。我知影足侪会友说讲啊，你牧师你毋免讲啊，阮老早就咧做啊吼。过来一个月尊迎爸母，意思讲，咱来关心爸母，尊迎爸母，甚至讲，互爸母一点啊安尼，迄个一寡所费啊，感觉家己尊重就对啦吼。啊，佮是物奉献，过来白纸报道法，这是一个特别的报道的方式，啊，爱操练，啊，咱到时会摕资料互咱吼，啊，这包括咱传福音个人报道的意思啦吼。啊，第七，讲每年家庭度假一届，吼，要鼓励讲，你爱特别安排啦，毋通讲啊，好啦好啦，你佚佗拢无影。啊，我知影讲咱即个暑假足侪人准备要去日本啦，要去欧洲啦，吼，即款佚佗拢袂欠才对啦吼。啊，过来第八就是牧师家己爱有即个操练的能力，吼。啊，其他的时间咱周报咱家己做。啊，我来直接来讲即个长老执事，大概差不多2年读一遍圣经，逐礼拜有一遍的亲子礼拜，逐个月收主日一摆啊家庭聚餐，吼。啊，过来是每月尊迎父母，是物奉献。白纸报道法，家庭度假一届，甲牧师的差不多啦，程度关键啦定。过来上重要是咱会友吼，会友讲至少你家己决志讲，我3年要读一遍圣经。咱一年读一摆都足侪人啊，你3年甲有准备咧。啊，咱教会拢有迄个3年读一届的，2年读一届的，1年读一届迄款表。啊，咱当对下半年7月开始，啊，你著头前还无举行，你著后半年用半年的时间家读其中的一部分就会使，3年一摆嘛。啊，所以你半年偌济拢足好读。啊，你若要读2年嘛，搁较好；读1年搁较好吼。啊，搁来亲子礼拜、守主日、家庭聚会，啊，尊迎父母、月定奉献、白纸报道法、家庭度假一届，拢差不多对无？啊，这就是讲大家互相斗鼓励啦。啊，咱到时会摕一张表，互你家己去做检定，讲我有安尼做，安尼做，安尼。啊，咱到年底大家做伙来检讨吼。最后一项就是儿童青少年，咱要鼓励因安怎？会晓理财，拄好今年的暑假，咱主持人嘛要办这项代志，就是推动学习犹太人5个钱罐啦，5个钱罐，5个翁啊，钱翁啊。啊，因安怎办呢？囡仔时代犹太人就教囡仔讲，你也会晓分配你的钱，当然伊是零用金嘛，也是家己去做小生意赚到的。啊，毋过这5项，这个管理的态度，啊，咱到时有哪会提供一寡指导法啦吼，啊，简单讲就是安尼。比如讲你1000块，互你的囡仔一个月，啊，你爱学习，互伊会晓7%的奉献。第二，做慈善的，就是去关心别人，用伫外口的，帮助到艰苦人10%。啊，你爱欠偌济，欠10%。啊，佫会晓投资，意思讲会晓欠起来，会当做路用。啊，最后得50%做消费，意思讲500块是互你平常开销的。啊，这吼看起来改成足复杂，其实无困难，是咱咧训练囡仔，像5个信封嘛不要紧，讲来一个月1000块的收费，也是讲零用金你要分配。啊，慢慢建立习惯，后摆大人吼，你免烦恼讲伊不晓欠钱，伊不晓用钱。啊，这是咱规个中会所要推动的圣工，啊，伫咱周报啊印伫遮。啊，咱大家开始祈祷讲主啊，这个方式要求并无介困难，只是讲我有要持续无，有要认真训练无。愿咱大家做伙享受着这款文道训练，这个8步的操练啊，这款熟练8步操，咱大家拢有份。啊，期待讲咱听日即话，哇，遮侪比例拢有份参与伫内底。啊，咱的促成小组长啦，咱的团契啦、执事啦，也是咱的区会啦，大家努力来进行。啊，咱有一个表，咱互咱做一个
查考，做伙来配合。愿主赐福咱，互咱富阳教会成做一个做伙配合的教会，嘛有真好的成果。因咱真侪工课已经咧做啊，只是讲，互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数据，通去做比较。愿主赐福咱，即个灵命健身甲敬虔操练会当成功，伫咱迎至50禧年的时阵，成做一个美好的礼物奉献予主。但即个时阵，咱要做一个祈祷，然后准备来做伙领受圣餐，来见证上帝的祝福甲救恩，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疼痛，互阮成做一个基督徒。我毋是只甲领到一个灵命健身的即个信用卡，阮是真正爱进入操练的中间，进入上帝祝福的中间。主啊，帮助阮会当伫中会推动即个灵命操练8步，阮对牧师、对中级区长、小组长。以及阮所有的兄弟姊妹，大家有份欢喜，做伙来操练，大家彼此鼓励、祝福，看见上帝你伫阮中间所产生的改变。主啊，帮助阮有即个开力，欢喜有份，阮富阳港大家拢三欢喜参与，配合伫即个行动中间。阮对7月开始，大家开始准备好，要推动即个成功。阮的操练因为进步，甲主的关系更较亲密，阮服侍主的开力更较大。阮要三甲恭守你的圣餐。求你，互阮大家领受这个祝福，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